長新冠後遺，抗擊新冠病毒需要長期持續的努力。研究發現，新冠病毒會在許多身體部位和體液中存活，甚至可以在感染者出現症狀的230天後，仍然在不同的組織包括大腦中被檢測到。這種情況被稱為長期新冠病毒。病毒可以在全身組織中傳播和複製，並影響呼吸道系統、心血管系統、淋巴、胃腸道、泌尿生殖系統、內分泌系統、肌肉組織、皮膚、周圍神經組織、眼睛和中樞神經系統等多個器官。因此，要減少消耗，維護身體健康，特別是線粒體的健康非常重要。如果線粒體受損，則心臟、肝腎和眼睛的功能都會受到影響，並可能導致細胞功能進一步受損，引起不良反應，表現為疾病和衰老等狀態。什麼是線粒體？線粒體係生命力量嘅創造者，係呼吸、行路、諗嘢、食嘢都要依靠線粒體產生能量先可以進行。佢係細胞呼吸作用嘅必要器官，能量轉換器、蛋白質合成地方、造能地方、功能地方，稱為細胞嘅發動機，係將有機物轉化為能量嘅主要地方。細胞必須有能量嘅供應先會有生命活動。線粒體就係細胞中製造能量嘅器官。細胞生命活動所需嘅95%以上嘅能量都來自線粒體。佢嘅功能缺陷同好多疾病有關，例如損傷、衰老、代謝紊亂、癌症同神經退行性疾病等。同時，線粒體都係激發腦內應激反應嘅一個重要細胞器。維持正常嘅大腦功能就更需要線粒體參與。我哋身體嘅細胞自細同再生都離唔開線粒體嘅參與。要保證細胞嘅活躍同再生都需要線粒體嘅參與，而緩解老化都需要讓體內嘅線粒體細胞充滿能量，先可以保持身體嘅活躍功能。如果體內嘅線粒體不夠，就好似手機電量唔夠滿，身體就會盡量減少消耗。而如果線粒體產生損傷，就會影響到心臟、肝、腎、眼睛嘅功能。損傷嘅線粒體如果冇得到及時嘅修復同清理，就會令細胞功能進一步損傷，導致壞死同致逝等唔好嘅反應。身體表現出嚟嘅就係疾病同衰老。為什麼要增強及保護線粒體？線粒體是身體的能量工廠，能夠產生身體所需的大部分能量，同時也參與許多其他生命活動的調節和調控。因此，增強及保護線粒體是非常重要的。首先，線粒體的損傷和衰退會導致細胞缺乏能量，進而影響細胞的正常功能和代謝。這可能導致許多疾病的發生，如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肥胖症、癌症、神經退化疾病等。其次，線粒體的保護和增強可以促進身體的細胞再生和修復，延緩身體的老化過程。研究表明，許多與老化相關的生物標誌物可以通過增強線粒體來改善，如細胞致逝、氧化應激和炎症等。總之，增強及保護線粒體可以提高身體的能量水平，維持細胞和器官的正常功能，同時延緩身體的老化過程和防止疾病的發生。